大家好，我是 Rose， 今日带大家吃这间中民面包店，在广州天河区韩国牌子的面包里，里面店铺极少，但人超多。好不容易逛了一圈，选了几个热门面包，幸好有位置开吃，买了3个盛惠50多元。先來第一個超熱門的鹼水節，都可以㗎，10分嘅話我俾7分，就係硬到好似薯片咁樣，個朱古力味咧真係啱啱好，唔會話過甜，都唔會話咧苦。第二個係呢種咧紅豆牛油啊，包嘅 bagel 嘅口感咧都幾鬆軟嘅，然後個包咧係凍嘅，熱嘅話應該會好好味呢個包。第一佢面頭呢個咧可鹽嚟嘅，所以呢個係鹹鹹嘅。然後紅豆多啦就甜甜嘅，牛油就漏漏嘅，所以咧佢3個一次過食咧個口感就係鹹甜漏一次過咁樣呈現啊！係好出名嘅士多啤梨莓果蛋糕，19蚊一個，呢個性價比蛋糕啊高喎，蛋糕超級好味，蛋糕非常值得。普通麵包店食唔到嘅蛋糕味啊，啱啱好啊個口感，急推呢個莓果口味，酸酸甜甜超開胃。